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三日无溜爬上树。溜的意思是甲食物搁烫好烧，亲像粿若是放久无搁吹，就会臭酸去。溜嘛有读册温习的意思。这句俗语是用来比喻读过的册，了是学过的功夫，若是无定定练习，就会袂记哩。尤其咱人的记忆会对年岁愈大愈退化，真侪代志毋是记袂起来，就是伫咧学习的时阵会较食力。所以讲，咱伫咧学习的过程，若是伤过频段，真紧就会甲学过的物件放袂记，亲像高山仔爬上树，一个仔都溜无去啊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